那今仔日桃园办电视罢免说明会，罢免辜府长这案代表人陈晓伟指控辜府长伫咧立法院质询的表现未属实报困期的细限。辜府长是强调家己是专业问责。另外，涂宽杰今仔日人无到位，罢免团体批评涂宽杰同款是咧配合报困期伤害台湾。 桃园市罢免案说明会自一开始，罢免辜府长带头人陈晓伟强调，大罢免是公民决策活动，连番指控辜府长质询有关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基地恶意讨回，不过辜府长反击，自家己出席率100%，质询发言超过154摆，是专业问政。再将假设性的7、8年完成6场，曲解为护国神山不在的危言耸听。 即便碰到大罢免这种恶意的政治骚扰，我们依然照常工作，坚守立院岗位。牛许麟担任立委17个月，出席率保持100%。陈晓伟表讲，辜府长配合党团3检交通预算，佮提出使用机法制化，加中共劳动合同法共款。辜府长解释是照用，另外比这期沦为剥削组织。 伊大声否认家己是政府人的细汉的，伊主导的决定假期法制化就是上好的例证。牛委员，你为何不反共？这次出来联署，这次出来提议的，其实很多都不是我们看起来都不是绿营的支持者。罢免确实是爱，但这些团体的爱是对民进党的爱，对独裁集权的爱，是建立在诈骗与仇恨之上，对于斗争的爱。 另外一场是国民党提会杜宽杰的罢免案说明会，不过杜宽杰无来，带头人陈天辉批评杜宽杰在立法院唔但出席率低，也配合不分期，支持国会扩权，提悬罢免条件，破坏现金来乌抗国本，伤害台湾民主根基。他也支持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来提高罢免门槛，这就是变相的没收人民的罢免权。 伊指控涂宽杰甲国民党、民众党配合中共伤害台湾，志刚选择徛出来，就是要守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